脚，左脚很好，右脚跨出去哦，左脚，右脚，左脚。开门了之后呢，要做什么呢？电话啊，电话响了，叮叮叮，打电话，打电话，打电话，不同手不同脚哦，很好，打电话，打电话，尽量脚抬高哦，很好。好，再教你一个新的动作。电话讲完了，哦，那叫喙刀，喙刀比较软。零嘴。有赞了哈，零嘴，零嘴要哪里？零嘴要哪里？哦，很好，零嘴记得零嘴哦。好，喝水哦，喝水也很简单，脚垫出去，回来，不同手不同脚，一样啊，脚垫出去，回来，脚垫出去，回来。脚垫出去，回来，脚伸直哦，脚垫出去，回来，伸出去的伸直，对，很好，很好，喝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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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运动要多喝水哦，加油加油，加油加油，喝水，喝水哦，喝水，好，我们教了几个动作？4个，那我们从头再乱一次哦。从头，第一个是什么？敲敲门。好，敲敲门，预备。4个乱一次哦。好，预备，开始。敲敲门，敲敲门。啊，大力的敲来敲门。很好，加油。敲敲门，加用力。很好，有听到哦。加油加油。敲敲门。敲敲，不同手不同脚哦。好，再来是什么呢？记不记得？好，开门了，预备，开门，手尽量合起来哦，手臂尽量合起来，门，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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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门。再来了，铃铃铃，什么声音响起了？电话响起了，让我们预备接电话，可以吗？好，接电话，接电话，尽量碰到哦，接电话，接电话，很好哦，接电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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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来2个，接电话，接电话，好，这个是什么？喝水。喝水很好，来，喝水，喝脚踏出去，下脚尖，喝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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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你们都很熟了，对不对？很熟了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很熟？4个动作。可以。可以哈。有没有很熟？我来为大家讲哦。可以哈。可以，那我们从头再一次哦。啊，我速度可能会加快哦，加快哦，刚好我们可以训练起我们的心肺。然后结束之后再来多喝点水。大家好，预备。第一个是什么？敲敲门。大家们来预备，开始。敲敲，脚用力踩，很好。大家不同手不同脚，用力用力。再来，加油加油！敲敲门，敲敲门，敲敲门，敲敲门。第2个是什么呢？第2个是什么？开门。开门。好，预备，开门，开门，开门。脚跨出去哦，跨出去，跨出去，很好。很好，开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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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你越做，这个肩膀就没那么紧，啊，也比较松，对不对？好，很好。开门，
干嘛？要干嘛？喝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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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喝水有益健康，没事多喝水，很好哦。好，慢慢停下来，好的，来深呼吸，踏脚，笔记，小家要踏脚。深呼吸，深呼吸，吐气。好，心脏有加速到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加？好，很好，这个训练我们的心肺，脚应该也有点点酸。好，有没有很棒的？都抬得很高。然后再来，我们做一下延展。然后做一下延展哦。好，来，椅子坐好，侧边先这样。全部看右边。好，一样折好哦，丢好，放丢。折好，一样一定要折好，来这里看。压起来。你可以这边会没有，这边扶着，脚板这边。脚板。对，扶脚板，然后脚放轻松，这只脚一定要放轻松，然后靠着你这只手的力气把它往上固定住，好，可以吗？对，3号。啊，如果不行呢，你可以这样子拉你的鞋，你会用安尼举稳安尼。安尼会使，对，安尼嘛会使，对对。会用举稳安尼举。好，很好哦，可以哦，脚放轻松，好，慢慢回来。那我们换另外一边，来，小心哦，慢慢来。换这边，一样先做好。做好了哦，好，左脚预备，拉脚板，拉脚板哦，倒一个哦，可以丢，那你要做底吗？丢，这样才有拉到筋，好不好？放，加油，再加，安尼，安尼，感觉你对我感觉。好，慢慢回来。好，慢慢回来哦。没事了。来，再来，脚慢慢的抬上来，可以吗？翘二郎腿，可以哈。好，这边下压，这可以帮助我们开关这个髋关节放松。可以哈，压一下。手慢慢抬起来，放中间，身体下压圆脊，就把我们的背这样圆起来，然后眼睛看下面。好，尽量可以身体下压，眼睛看下面。手要压吗？手放轻松，压也可以，不压也可以，压也可以，轻轻的。好，慢慢回来，可以哈。脚慢慢的放回去。好，换脚。哦，我讲以为让它翘不起来，可是那没关系，慢慢的让它可以松筋。可以哈，一样，手轻轻的压下去，这样，这样，这样。好，下压，可以哈。好，接着打直喽，来，手放中间，身体圆直下去，看地上哦。好，慢慢上来，好，脚慢慢的放下来，然后肩膀后，要耸肩哦，要耸到肩哦，很好，往后哦，很好，非常好。把我们的肩膀放松一下，好，很好，再来2个。好，再来往前，慢一点没关系哦，慢才可
可以确实的让整个经络可以慢慢的放松。肩膀耸一下肩下来，肩膀耸一下肩下来，对，很好。再来3个，1、2、3，好，手回来。他走来了，他走来了，我要听。他走来了可以促进我们的淋巴，还有血液循环。好，拍下来。好，哪边？拍下来。大腿从这边哦，把住这一丢哦，把住这发过来，好下，好上，从里面内侧上，3次哦，下，上，再来2次，下，上，好，最后一次哦，下，然后我们就准备要下了，跟大家一起上课。很好，好，最后一次，深呼吸，吸气，吸气，吸，再来2个，吸气，吸，最后一个，吸气，吸，好哦。那我们等一下，赶快去上个厕所，还要不要喝水？喝个水，然后我们一起下楼，好不好？好 ，OK。谢谢老师。不会不会，让我们一起下楼。不用，要收吗？不用了，放着就好了。好了，线上的同学，我们等一下就一起上课了。对。
点点紧，这样就。不要讲，这样才好。怕摔倒这件事，我很怕摔倒，所以今天会有一些小游戏，其实要让各位知道，我要怎么样让各位去预防。第一个叫摔倒，其实我们先前也曾经提过，只要跌倒，我们最怕的就是骨头断掉。我常常像我常常会跟我妈妈说，我妈妈中风过，然后现在走路可能就还是可以拿着拐杖自己在家里走。那我也常常跟我妈妈讲，我最怕的就是她跌倒，一旦她跌倒，那问题就很多。如果不小心摔下去，可能只是屁股摔的 OK， 那就算了。但是如果再不行，髋关节只要一旦摔到了，大概就有3个月以上不能走路。这样不走路的状况下，之后大概就没有机会走路了。所以其实我还是建议各位，就是尽可能在目前现在还可以多活动的时候，尽量做大步的活动。所以从走路这件事情，走路就好。所以各位不用说我一定要到健身房训练多大的这样的强度，其实走路就可以做到。那今天我大概跟各位分享，就是说我们其实，要碰到吗？对不起，这是没有对到。还是我们这个要先关掉？对不对？有开了。你要不要再重插一次？对不起，我们这一排灯可以让它先关掉吗？太好了，谢谢。所以其实今天我要让大家做的事情其实我一直强调，这个叫适应体育什么叫适应体育？就是随着我们个人的状态去做调整就好。我们以前小时候上的体育课，那个不是要跑得很累吗？或者打球打得很累。但是今天我随着我的年龄增长了之后，我的体力没有像以前这么的好。所以我现在要做的是跟着我自己的能力去做体育的活动。所以适应体育这件事，其实是针对所有的人不管是小小的小孩，或是年纪大的老人家，其实都可以。那刚刚也强调，我一定要让各位做到一件事情一定要增加你的心肺耐力跟动作协调。这2件事情一定非常的重要。还是有碰不到，还是有碰不到。它有电但是遥控不到。没关系，帮我下一页。下一页。其实大家最怕的一件事情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最怕的一件事是什么？其实有3件事很怕第一个是肌少，肌肉变少了。我记得曾经有让各位知道一件事，叫做衰弱症。衰弱症之前一个叫做肌少症，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的消失。肌肉随着年龄增长就消失大概40岁以后，每一年肌肉大概消失10%。所以其实消退的很快那肌肉慢慢的越来越少，反而取而代之的是脂肪。所以你的肌肉慢慢虽然看起来还是一样差不多大，可是变成都是脂肪在里面。那肌肉力量会不如从前。所以大家常会讲，40岁之后体力开始下滑，其实真的是因为肌肉开始变少了。记得曾经教过各位肌少怎么去检查吗？检查肌少，到底肌肉有没有变少？那日本人做了一个很简单的方法，用指环针，就是手指把手指食指跟大拇指这样围起来一个圆圈，就刚好这样一个圆圈，套过哪里？套过你的小腿，量量看你的小腿最粗的地方，你的手可不可以碰在一起？如果不能碰在一起，恭喜你，你很好。但是你的手如果可以碰在一起，把你小腿圈起来像这里可以圈得起来，像我圈不到，对不对？只要你的手是圈得到手这样可以圈得起来的，食指跟拇指可以碰到这个圆圈里面，
你的小腿如果是这么小的话，表示你有所谓的肌少症。哦，所以肌少这件事情哦，告诉我们的是没有肌肉力量，也就是你要担心的一件事情哦。除了可能年纪大肌肉不够力量，还有一个就是退化性关节炎，所以坐下去可能就不好站起来了。所以肌少是一个我们很担心的事哦，因为肌肉变少，你就没有力气，没有力气，你在做任何事情就不好做。所以肌少它的检查方式就是用手指，哦，手指指环症，指环检查方式，刚刚说过嘛哈。所以看只要是你的食指跟拇指圈起来，经过你的小腿，如果可以滑过去，那表示太少了。表示太少了，所以一定要比这一圈还要再大就对了。好，这是第一件事情，我们很怕的，叫肌少。第二个，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之后，所以呢，大家不太喜欢出门，就开始越来越孤独，就朋友就越来越少。朋友少的话，其实也不是不好，朋友其实要的是那个很真心交往的朋友嘛。朋友不见得要多，但是因为年纪大了之后，可能有一些想法，或是也不太愿意出门。导致跟人际互动会变得比较少，相对大脑袋瓜在转的时候就会转得比较不好哦。然后再来是，在随着年龄大，就开始出现一些失智的状况。当然我不确定各位嘛，但是我自己常常讲哦，像我今天早上去办公室的时候，我每天到办公室我会换掉衣服，换成工作服，我都会换一套工作服，然后下班再换回我自己的衣服。那早上我就去拿我的昨天穿过的衣服去洗，然后我把衣服拎回来的时候，我昨天明明拿了2套衣服去洗好晒好了，为什么今天回来少了1套？然后我问了帮我洗衣服的班姐说有啊，你拿了2套，啊，另外1套到哪里去了？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，因为每次讲话跟人家聊天，我衣服就放着继续聊天，聊完天衣服忘了拿，到哪里去我也不知道。所以其实我常常也会有很多东西忘记掉。那我想，随着年龄越来越大，其实有时候你的记忆时间就会越来越短。当然记忆有分所谓的工作记忆、短期记忆跟长期记忆嘛。工作记忆指的是现在跟你说的，你大概可以记得。比如说，刚刚副校长说，我们11点之后要到几楼去？对，好，这个叫做工作记忆，因为你只要记个几分钟而已。但是我现在问你说，各位，如果假设你请你记一下，你早上吃过什么早餐，还记得吗？早餐吃了什么东西？我还有印象哈，这个它就是短期哦，但是短期还可以再远一点。昨天的早上你吃了什么东西？这个是稍微花一点时间就可以想，昨天我到底吃的是什么，就要花多一点时间。但是这个也是所谓的短期记忆哦。长期记忆的话，超过3个礼拜哦。比如说你上个月曾经去过哪里？或是再来是你上个月，假设上个月的1号，上个月1号就刚好1个月前嘛，1个月前10月1号的时候还没有解封，那一天上的课是哪一个人来上课？哇，这个记忆就比较久了嘛，所以长期记忆对大家来说可能就会有一些问题哦。所以我们很怕的就是这3件事情哦，一个是肌少，然后孤独、失智。那我刚才也说过，失智不代表一定就真的是失智哦，可能就是我的记忆变衰退了，就记忆衰退了哦。那我们很怕这3件事，因为有了这3件事之后，我们大概整个人的整个生活状态就变得很差了。你看到肌少，所以表示不会动，然后孤独也不会跟大家互动，然后再来失智你就没有任何的记忆，所以有时候人家跟你讲的事情都忘掉了。那所以我们要解决掉这3件事情哦，其实更重要，解决掉这3件事情。所以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叫做运动啊，因为肌少，所以你没有运动，你的肌肉就衰退的更快。刚刚说过，超过40岁就开始每年会一直衰退，所以40岁之后体力会下滑。那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做运动。虽然我刚刚说我最讨厌运动，但是我请大家一定要记得，你只要保有你的肌力就好。所以我刚刚说过，走路走大步，越大步越好。所以待会各位可以先试试看哦。待会我们要到楼上的过程中，你可以先试试看。平常我们走大概在1格到1格半左右而已，大概每个人的步伐大概是这样。记得试试看，走到2格，走到2格的距离，一次走2格哦。那个步伐比较大，你走个大概走教室1圈，你就开始很喘，甚至你都会走一走你就开始流汗了。所以这个好处是
除了我步伐变大，增加我的心肺耐力，步伐变大，我的循环会增加，步伐变大，我的肌肉关节承受重量，所以我的骨质密度也不会变差。所以其实运动它的好处真的很多。先前我们曾经说过的肌少的问题，再来就是骨质疏松的问题，可能都可以克服掉。所以运动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哦。那持续的运动可以保持我们原来的肌力，这是没有问题的。肌肉力量是靠训练的哦。请教各位假设我今天我都不想动，就宅在家里哦，宅在家里躺在床上。现在不是很多年轻人躺在床上可以打电动吗？我可以猜猜看，躺在床上2个礼拜，这样躺着2个礼拜，肌肉可以消失多少？50哦，太少了。2个礼拜哦，可以消掉70%哦。所以表示，一旦你在家里如果不想动，或是躺在那里动不动，你的肌肉很快就没力了。它2个礼拜可以消失70%哦，消失掉70%哦。这70%你要花多久能把它追回来？你要再花多久？照日常生活这样的，你要花多久可以把它训练的回来？至少是2年，要花2年的时间才能把那个70% 追回来哦。所以你想，这是很可怕的事哦。一旦人不动之后，马上就衰退了。但是你要把它重新训练回来，花的时间非常的久，要花2年。所以你看那个时间差多少？差非常多倍哦。所以记得一件事，运动这件事很重要哦。特别是我刚刚提到只要你有运动，肌肉可以增加，心脏功能可以保护到，甚至我的循环系统可以保护得到，还有骨质密度也可以增加。为什么说骨质密度可以增加？我们的骨质密度很重要一个点是我的骨头要承受重量，骨头只要有这样承受重量，它有用重量压在上面哦，骨质不容易流失掉。所以运动其实它的好处非常的多，非常的多，所以拜托各位一定要运动。就算你今天不想动，就像我一样，我不太喜欢动，那我就是只走路就好。但是有一些时候我还是需要做到稍微有一点点喘的活动，所以有时候我会走楼梯。有时候我还是会走楼梯。那在学校里面，其实说实话，我在学校算很懒的老师哦。有时候我如果偷懒，我就开着电动轮椅。我自己就开着电动轮椅到其他地方去哦，或是我开着那个代步车，有时候在街上会看到那个4个轮子的车子嘛，我也会开着车子在学校里面乱跑。那实际上对我来说，我觉得只要让我适时的运动就好。所以各位记得，一定要保有运动的这个肌力，肌肉耐力跟各位来说是真的非常重要哦。我刚刚有特别强调，最重要的一个点是不要让各位有跌倒的状况发生。如果今天假设是小朋友跌倒没有关系，拍拍屁股就起来了。但是各位一旦跌倒呢，可能爬不起来哦。第一个肌肉力量不够，第二个跌倒了之后骨头比较脆嘛，对，一旦摔断了我们就没有机会了。对，记得运动这件事情一定很重要。然后第二个就是一定要跟朋友有互动哦，就像比如说我们在家里可能没事打电话，或者是像这样的一个社区大学，我们其实来的时候可以遇到很多的朋友。那其实跟大家互动可以增加你的身心的健康。所以要跟朋友在一起的话，其实就有很多事情可以做，包括刚刚的运动。有的朋友在的时候，你其实大家跟着做运动，你都会觉得好像我也要跟着做。所以同侪在一起会有这样的一个动力。跟着朋友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会有很多想法，会有很多的动机都会出现。所以一定要跟大家有互动。然后第3个事情是一定要动脑，一定要动脑哦。今天脑袋瓜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哦。我们的脑袋瓜是一个，当你不用它，它就越来越不好；越用它，它就越来越厉害。所以以前曾经有人说过嘛，年纪大了，退休之后不需要去办公文，不需要去算数。那平常以前可能常常会算的，现在都不太算了，怎么办？就曾经有人说，他就打麻将嘛，或是玩象棋嘛。玩象棋不是要计划我下一步要怎么走吗？打麻将不是也一样？甚至玩桥牌，我都要算算看。目前对方有什么牌嘛？所以动脑这件事情哦，它好处是可以让我的大脑不要退化。同样的哦，这颗大脑也很好玩，它就是它
它的方式也是跟我们人一样，当你越不用它，它就越不动。所以当你的大脑越来越不想事情的时候，它就越来越差。所以你就会觉得，以前会的怎么现在都不太会了。所以记得一定要动脑。那动脑的好处是你可以保有很多的记忆。就像我们刚刚可以跟各位说，早上吃了什么，或是1个月前我们去哪里玩过，或是在之前我们上过的社区大学的那种线上课程，老师曾经说过，你可能都会记得哦。所以动脑其实好处很多。再来就是动脑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，也就是每一次我需要做任何事情的时候，我都会先想到下一个步骤要做什么。所以动脑它很重要的点是在这哦，我要让除了有记忆之外，我要让我的大脑的神经连接要很多。各位不晓得有没有在留意看现在卖奶粉的广告？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帮忙在带孙子或是带孙女啊？如果有些人有在帮忙带孙子孙女，你可能会注意到那个奶粉的广告。奶粉上面是不是一直都特别强调，这个奶粉里面可以促进大脑的神经连接，它里面大概什么 DHA、APA， 然后 ARA， 然后还有 AA 之类的，这些东西都是为了增加大脑的神经连接嘛。但是我们大脑很特别哦，你越用它，神经连接就越多，但是你不用呢，神经连接就不见了。所以拜托记得，除了要动脑之外，要保有记忆之外，还有一个是你让你的大脑可以想很多事情。所以下一个步骤该做什么？就好像我们等会在这里的有些哥哥姐姐，可能你回家的时候你要搭公车，你就会想，我等会公车这班公车它会经过哪里，或是我等会这班公车要去哪里坐，你就开始可以脑袋瓜先自己想一下那个路径哦，想清楚一下。所以很重要的这3件事哦，就是我们要把翻转刚刚那3件事。第一个我一定要运动，第二个要跟朋友互动，再来就是要动脑。所以待会的小游戏里面呢，我们其实就包含了这3个东西。所以好，我们就可以看一下，待会让各位做的事情是这样。第一个叫做坐地排球，排球是一个很激烈的活动，但是我们坐在椅子上面就好，坐在你的椅子上面就好。当然，这个最大的特点是我不希望各位站起来，因为站起来就有风险，怕各位跌倒。当各位玩得更激烈的时候，一个不小心绊到就摔倒。所以最简单的是，我要让各位做到，你的手要做上举的动作。各位大概现在很少举到这么的高了，大概洗头就只有这么的高，洗脸也就这样。你手要拿到这么高，其实有点困难了。所以我要让各位做到的是，你要把球给推出去，推得很高。所以待会我们到楼上的时候，我们一样会有，我也会准备一个网子，然后一样有球哦，跟打排球很像哦。所以各位要做的是把球用力推到超过那个网子哦。那它的好处是，其实我们可以让我的双手可以移动，然后也因为我的手在移动，你坐的位置可不可以动？不可以哦，你坐的椅子就坐着嘛，所以你的手要伸远一点，到处跑来跑去哦。所以这是第一个游戏，会让各位做到叫做坐地排球。那坐地排球的目的就是要训练大家的反应，你的动作的反应哦。球过来的时候，你为了不让球掉下去，所以看到球手就要赶快推出去。第二件事情是，我要知道球等会要到哪里。所以我们刚刚还有一个哦，球除了你要可以把它接起来之外，不要让球落到地板上。所以球丢出来的时候，你要把球推到有人的地方嘛。所以除了刚刚看到你要动作要敏捷，再来就是你要控制你手的方向，所以要把球推到要有人的地方哦。所以坐地排球它很重要，就是主要是上肢的动作，这是第一个部分。然后第二个是我们刚刚提过，需要训练各位的肌肉力量，以前有一个游戏有一个电动玩具叫愤怒鸟，大家可能有人玩过，有人没有玩过。那个愤怒鸟，把它想象一下，当我还在小时候我记得我也很皮哦，那个就会拿弹弓去打鸟。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跟我一样这么皮啊？就拿着弹弓，反正就下课没事做嘛，拿着弹弓到处乱打。那弹弓它用的是弹性绳哦，所以各位先前或许也上过用弹力带，对不对？我们这次就要拿弹力带来当做我们的弹弓，那个弹簧哦。但是弹弓是不是要2个有支点抓住它，我才能拉那个绳子，对不对？谁去帮忙拉那个？
所以这个必须要有3个人哦，2个人要拉住那个弹力绳，那另外一个人拿的是泡棉的球，把那个球用力往后拉，所以3个人都要同时很用力哦。那一样我会一样放置一个球门给各位射门哦，然后到时候就变成3个人是一组哦。那我们来试试看每个人的肌肉力量，那你就可以发现哇，这个时候大家都要很用力哦，所以训练肌耐力。那第3个事情呢？第3个事情我也想让各位在玩，这个也要训练各位的反应能力哦。反应能力很重要的是，当我如果我快要跌倒的时候。假设你看哦，当我要往旁边跌倒，我是不是脚赶快踩出去，对不对？动作要很快哦，因为动作如果不快，这个反应不快，我人就跌倒了。所以这个漂浮足球呢，虽然它只是一个小的玩具哦，但是因为它速度很快，它的速度很快，它不是真的球哦，待会可以给各位看，它不是真的球，但是放在地上那个球会浮起来，所以你脚轻轻一踢，它就跑走了，它跑的速度很快。所以待会在玩的时候呢，我们可能就围成一个圆圈，让每个人哦，你坐在椅子上面，用脚去踢它，用脚去踢它。如果假设你觉得你的脚动作不好，没关系，我带了那个浮条，你可以用手拿着那个棍子去撞它，去打它都可以。所以我要的是各位要在训练出你的反应能力哦，你的反应能力要够快，那个漂浮足球才不会跑走。所以记得哦，这个漂浮足球。那如果我们时间够的话，我们再玩第4个哦，有个叫做西部牛仔，它其实是这个叫做双踢球啊，2个梯子做的球，就很像西部牛仔它那个马或是牛在跑的时候，我要怎么让它停下来？它其实就是一条绳子有2个球，把它甩出去，然后因为惯性会把绳子绕起来嘛。那一个部分的话，它其实是为了套牛或者套马。但是我们今天没有牛跟马，所以我们就用楼梯。那个我也去买了一套回来，所以其实很简单，我们只要用甩的就好。所以要各位做的是上肢摆动的动作，所以还记得我们刚刚说要让大家走路的时候上肢一定要跟着摆动，对不对？大家还是回想一下，你走路的时候现在手还会不会摆？那如果走路走小的手大概都不摆了。待会真的哦，待会我们要往楼上移动的时候，请各位试试看，真的跨大步一点走哦。越大步越好，你的手就真的会跟着摆动哦。所以我们都还要试试看这个双踢球。所以原则上，我们今天大概如果时间够，我们就让各位进行4个游戏。这4个游戏当中，各位都可以体验看看。当然回去家里你可以自己试着玩，也蛮好玩的。就是如果家里有小孩，你可以跟他一起玩。好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就大家一起来动吧。那到目前为止，有没有什么地方我需要再做说明的？到目前为止有没有我需要再说明的，或是等一下各位有没有什么你觉得还需要问的，可以现在先问我，有吗？都没有，没有人要问哈，都没有哈。早上走路啊，说早上走路了，走2个钟头。走这么久？可是人家已经走了2天，我是2个钟头，只要走了1000而已。这样有效果吗？我应该这样说哈，只要你有动，都有效果。只要你有动哦，都有效果。那唯一不同的地方在，如果假设人家走2圈，你只走了1圈，速度比较慢嘛。速度比较慢，大概可以想到一件事情，第一个可能就是肌肉本来就变少了，第二个你的动作协调变差了。当我的动作协调快的时候，其实我可以走得很快哦，但是我的反应时间也需要拉得很久，所以我们常常才会看到，随着年龄变大之后，为什么老人家的动作变得越来越慢？是因为当我要把脚跨出去，我不敢跨太大步，因为跨太大步的时候，你看哦，我把一只脚拿起来往前跨，是不是只剩一只脚在撑着？这个时间越久，它越容易跌倒。它越容易跌倒，所以他最后能做的是，我走小步就好了。走小步是因为我一只脚的时间很短。所以记得我刚才说过，如果假设现在你的肌肉力量还 OK 的状况下，请你试着走大步，越大步越好。
走越大步越好。那你可以去克服掉这个状态。不是那个心脏，对，心脏没有办法那个走这么大那个大的。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同样的问题哦，就是说，如果我走的步伐很小，就这样小小步走嘛，我刚刚说过，有动绝对比没有动好。今天就算人家走了2圈，我只走半圈 ，OK， 比没有动好。但是我还是建议，如果可以动，尽可能动。至于说是不是要做这么久，人家走2圈。我只走了半圈，我要不要强迫我自己走2圈？我个人觉得不需要了，尽你自己的力量做就好了。这样对不起。想问说，像这样老师刚才说大步走，那是不是一定要走到喘才算是有达到心肺？其实这样说啦你可以试着，你等会先绕1圈，你就光这样绕1圈你就喘。其实不用很多哦。那我一直强调的一件事情如果你要达到训练你的心肺功能，最简单就是微微喘就好。每一个人心肺功能不太一样嘛，像我的话，我心肺功能一定不好，我的功能不是那么的好，所以当我要很喘，其实我从楼下走上来我就很喘。但是重点在于我喘了之后，我的心脏到底能不能够负荷？更重要一个点是，我刚刚走上来可能很喘可是我站着一下下，我心脏就恢复原来的速度了。最怕的是我现在很喘，结果我站在这里，我还在继续这么喘，这个才是更可怕。就是心脏恢复的时间要很久，这是不好的。所以你看，你刚刚说要很喘，其实我觉得那个不是重点，重点放在你心脏能够恢复的时间。为什么我要说心脏恢复是这样讲当我在运动的时候，我心脏就一直很用力挤，它一直挤嘛，跳得很快，对不对？一直这样跳。可是当我停下来之后呢？我身上不需要这么大量的血流可是我还是一直在用力的挤。我心脏能不能够适应这么大的压力，让它慢慢再越跳越慢，跳回原来的速度？所以这个才是更重要。所以那个叫做心肺适能。心脏在运动完之后，它要多久能够恢复平静？一般来说，在3分钟以内左右就要恢复回来了。但是有一些人他经过训练、经过运动之后，他可能5分钟、10分钟还回不来。那心肺适能就比较差，所以通常是要看的是你运动过程当中会有一点点喘，那叫什么？那叫有氧运动。记得应该是上一次吧，上一次或是应该是上次有一次我请陈老师来帮忙上课嘛，他在上面提到有氧运动跟无氧运动。有氧运动是指你要会喘，比较 OK， 但是无氧运动呢？无氧运动是指我已经很喘了，结果还在继续跑肌肉在没有氧气的供应的状况下，所以你肌肉会酸痛嘛。所以有氧运动会不会酸痛？不会，有氧运动原则上不会酸痛时间很短很快速。但是无氧运动它是一个时间很长，然后肌肉可能造成酸痛。所以对我们来说，各位要训练的叫做有氧运动，不是无氧运动所以各位一定要知道。当你有一点点喘 ，OK， 这样就停下来。只要你觉得有喘了，达到你原来呼吸速度比它还更快了，你就休息。所以千万不要像刚刚那个应该是校长对不对？廖校长，我记得应该是廖校长，对吗？以前好像哪个学校的校长，对不对？好，没问题。像我们这位姐姐，她刚刚告诉我们她说走路的时候人家走2圈，我走半圈。我个人觉得 OK， 当你走一走，一定会有一点点喘，但是可能不会喘到很严重，我想这样就 OK 了。刚刚还是强调，如果你能走快，你就走快，没办法走快没关系，慢慢走，这都是好事。所以不用说一定要喘到多严重。所以其实我自己常会讲，我们不需要跟运动员去做比赛。运动员那个心跳的数，像各位现在目前心跳大概都是70到80左右，可是你知道运动员的心跳在40以下，1分钟跳40以下他心跳速率非常的低。可是我们一般的，像我大概在70几到80左右，那随着年龄增加大概就60、70，但是运动员看这么年轻，他才40左右，
所以这个是不太一样的。所以我刚才也提到，我们不用跟运动员比，跟自己比就好。所以让你自己只要心脏增加一点点速度，然后自己有一点点喘就好了。OK 吗？或者说你刚刚说大步走，其实它的重点是希望顺便手也摆动，对不对？应该说你只要走大步，你手一定会动。对，然后如果说年纪比较大，怕跌倒嘛，那如果他带一个拐杖先可以定点，然后再大步走，再定点，这样会影响他的效果。其实应该这样说哦，你知道在北欧他们有健走杖，走路的时候拿个拐杖，有没有？两只手都拿拐杖哦，而是直直这样拿着，他走路就跟着这样走啊。他的目的也就是这样。固定一个点，让他不要跌倒，然后再对，因为4个点很平衡，然后4个点我的手一定要拿这么高，所以健走杖是一个选择，没有错。那个健走杖的确是一个好处。在台湾其实还没有这么的流行啊，但是我认为健走杖如果假设各位不觉得麻烦，你带着健走杖是好事，手一定会跟着摆。他们的摆不是只有直直的放，他们其实走路也是斜斜的放。所以如果有机会，我们看看那个健走杖，就是北欧健走他们的方式，他健走杖不是拿直的，他是拿斜的，所以是这样往后推的，这是帮助你走路，然后增加你平衡用的。好，那还有什么问题我需要先回答的？像我以前去健走1天啊，我那个脚筋膜炎，就足底筋膜炎嘛。我的建议是换一双鞋。我的建议是至少换一双鞋，那个鞋子的底有一个足弓在。我们很多的鞋子没有足弓，很多的鞋子没有足弓，所以足底筋膜那个地方一旦被拉长了，它就最大的特征在每天早上下床的第一刹那踩到地板，好痛，我要休息一下，或是暖身的时候它才不痛。那足底筋膜炎除了一个是鞋子需要去考量，鞋底需要有足弓，就是在鞋子足弓这个位置，它里面有个凸出来的东西，足弓一定要有。但是如果它是泡棉就没有用哦，你用你的手去压它，它会压扁了就没有效。像那个空气运动鞋，空气运动鞋它指的是后面这一段是气垫，对呀，它当你踩气垫踩下去，它会陷下去，所以当后面陷下去，相对中间就被顶起来，那 OK， 所以气垫鞋也是可以的。那鞋子都很高。对，因为气垫大概都要撑这么高。对呀。所以我的建议是这样，就可能要不然去找一双鞋垫，找一个鞋垫它有足弓的，那就 OK 了。那除了这样子之外，还有一个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穿上袜子，让足部让我的脚底要保暖，因为脚底只要一旦保暖，我们的那个足底的腱膜它很像橡皮筋，温度热的时候它比较软，比较好拉，所以当你踩下来那刹那不会那么痛。那除了鞋子保暖，还有第3件事可以做的，就是没事拉筋。没事拉筋，它拉筋的方式也很简单哦，其实就很单纯，你在地板上放一块砖头，把脚的最前面踩在砖头上面，所以脚是变斜斜的，脚就变这个姿势，翘起来的姿势，看不到了，脚会变这样，脚会变这个姿势，所以砖头放在这个位置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踩着变这个姿势。那最好的状况是，如果你觉得砖块也麻烦，那我找墙壁就好了。墙壁的做法就这样，把脚这样放着，脚这样放着就好了。特别是脚尖的地方要再往上拉，我看脚尖的地方它往上折起来嘛，这样子你的脚底会拉得更紧，脚底会拉得更紧。那好。这样子，脚放上去，然后把脚踩下去，然后这样撑直，那就拉筋了。老师是在家没有穿拖鞋、袜子的情况，还是要穿？我个人建议是穿着鞋会比较好。穿着鞋。对，如果不穿鞋，你就至少穿个袜子，因为不管你在碰到所有东西的时候，它有个袜子在，至少保暖。我觉得保暖是很重要的。那有时候可能你觉得保暖很麻烦，算了，拿吹风机。其实吹风机是一个很好用的东西哦。
吹风机有时候热敷没有办法用，就拿吹风机吹一吹。哦，所以脚一样，足底让它吹热就好，然后再走路它就不痛了。哦，这也是一个方法。好，还有什么我需要先回答的？没有了，太好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往楼上运动喽。好，那7楼，各位就先试试看嘛，从这边你就走大步这样走绕一圈就走上去，你就会发现开始会有点喘。现在往你的教室移动中。如果稍微抽筋的话，对。好了，我7楼移动。它里面讲一次，好吧7楼移动吗？7楼。老师要带我们做成体游戏。然后前面再生塔。我跟你讲，我已经留下来了。什么概念？今天。现在移动教室中。没有做，只是费用而已，没有费用。老师来了。哎，这边给你。老师嘞，这边给你。手机耶。好，线上的同学不好意思哦，我们等待一下老师。等一下老师会带我们做一些团体的运动跟游戏。那他们需要怎么样分组？
我们就坐在椅子上，坐2排吗？2排也可以。好，那我们现在2排椅子放旁边，然后我们就先坐下来。我们先坐下来哟。第一个游戏是坐地排球。等一下我们会进行的第一个游戏是坐地排球。好。我们先2排坐下来，椅子不够的可以帮忙拿一下吗？这边还有很多位置。对啊，按这个手。没有。这个就是从这里去。对。椅子 OK 吗？好，有人无椅啊无？让我一样啊。好，好，我们跟线上的同学 say hello 一下。啊，无声，关静音。好，来跟线上同学欢迎你们哦。老师，现在老师在做气球运动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会不会热？不会哈。电拢开啊，太寒了。好，各位大哥哥大姐姐，我们等一下稍微往前一点点哦，因为排球有可能会掉到这个位置，对不对？那没有人接不行哦，所以各位要前进一点。但是有一些人要后面哦，有一些人要在后面，有些人在前面哦。所以这里也要有人，就是来，我们这样划分，来，第2格要有人，这一格要有人，就是每隔2格都要有人哦。好，那请大家就往前坐，这边这一排要有人，好，这一排要有人，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。对，所以球如果下来的时候，你可以接得到哦。然后再来是这一边，再前进一点。好 ，OK， 就这样。然后我们人稍微上开一点点，上开一点点，来，这个再往前一点点。好，所以如果假设这个球掉到这里，这个方向你可以接得到哦。好，来再过来一点点。好，然后后面也要有人哦。所以等一下我们先试试看，假设这样哦，你看，这个球打过去，哎，这个把它打上来哦。所以请大家记得哦，对。所以我们再把球打过去的网子。不一定要手往上做，不一定要跟打排球一样用拖的，手拍就可以了。哦，随便你用什么方式。好。哦，厉害厉害！我们尽可能让球不要掉到下面来哦，我们再推一推，我们会扶起来。
规则哦，每一边要推3次，这边要推过来哦，每一边要拍3次哦，在这边要有3次哦，你可能要传给你自己的队友，要3次哦，才能传过去，不可以1次就传过来哦。要传球3次，传给你的队友3次。然后阿哥来了，来1、2，这个你的，来用这个。来。啊，转给对，很好。哎。不，结果没声音的。
必要再高一点点会更好，大家眼睛就会看得更高。所以我们下次可以玩再高一点的场地，然后就可以玩得更好、更有趣哈。那这个活动其实我觉得各位平常可以，不管是在教会这里，或是在家里附近，只要你有2个人以上都可以这么玩。哦，那我的建议也是这样，就是刚刚大家应该都注意到一件事，你的眼睛会一直追着那个球动来动去，所以你的头一定会动。球过来之后，会让救球的动作会越来越大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可以增加大家反应的时间哦。那你的敏捷度要增加，你的专注力也会增加。刚刚有提到，你会眼睛一直追着这颗球，所以视觉的追视会增加。好，那没关系，我们换第2个东西哦，因为今天我觉得时间有点赶。然后等一下我让各位知道，再来我们体验一下哦，需要各位用力的哦。这个弹力绳大家应该都看过它嘛。弹力绳可能大家都做的都是需要做运动，但是我刚刚说过，我最讨厌运动，所以我不喜欢用弹力绳来做运动，我喜欢拿它来练游戏。所以待会我们也是一样这样，就是可能3个人一组，3个人一组，3个人就自己先找好你自己的伙伴，3个人一组，好吗？2个人其实坐着也没关系，就3个人坐在一起就好。然后等一下面对我这边，面对我这边，但是不要太近哦，可能可以退后一点点没有关系。都有吗？等一下没有关系，我们都会告诉各位哦，所以我们3个人一组哦，然后稍微再退后一点点，再退后一点点。我们等一下呢，我刚说那个分数看公一样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我们的目标在那里，目标在这里哦。所以说一定要对着目标打，不要打到我，打到老师要扣分的哦。好，所以大家稍微做，就是没关系，稍微站对齐，先假装一下。等会我可能要请各位帮忙做的是有2个人要拉绳子，2个人要拉绳子。绳子要拉很紧哦，我的建议是这样子拉哦。在拉绳子的时候，这样抓着，对不对？绕一圈，这样抓着，这样它就会很紧哦。不然你只有这样拉，等一下那个橡皮松掉打到很痛哦。所以记得一定要绕一圈，绕一圈之后再拉，它就不容易松掉。OK 哈，可以哈。没有关系，多高都无所谓。哦，你要用1只手拉，2只手拉都没关系。有力就好了哦。然后我们请中间的这位大哥来，这样抓着他，好，用力往后拉，对着他发射。好，在这个方向，稍微前进一点，用力在那个方向哦。好，大家回想一下，小时候我们做过的事，对不对？要对着他哦，用力放手哦。你能拉越远越好，校长应该要前面一点。校长要前面，那你要往后拉，要不会弹得出去。用力拉，2只手用力拉，你看每个人都很用力，对不对？哦。好，所以待会呢，一样哦，各位就可能先把你的位置先调整好，就不要打到别人就可以了。所以这边有一组，然后这一组过来一点点，然后另外一组我们就再往后面一点，所以分3点。我们可以靠近一点没关系，靠近一点就可以拉远一点。所以这个比较不用那么紧。我们基本就够了。这个比较紧。过来一点，再过来，刚好朝中间地，再过来一点。
你麦当，你后面对，啊你往前，对你往前。好，停。不用那么前面。对，好，这样可以。哎，你们只有2个人吗？好 ，OK。所以这个拿好哦，那个记得一定要绕过一圈哦，没有绕过一圈，它会松掉。那这样我拿不会松。绕过一圈这样，拿的时候这样绕过一圈，绕过一圈捏着它就不会掉，千万不要只有这样抓。好，所以记得哦，好，等一下两边的人可能要拉得很紧，因为另外一个人帮你用力拉绳子后，你要很用力哦。所以这个时候这样部位一定要用力。这个球如果真的不小心打到，其实也不会太痛。我们等一下大家轮流来试试看哦。现在你可能是射球的那一个人，等一下帮你去当做拉绳子的人。他就一只手拉，一只手射。好，我们把这个拉远一点。再远了，它可以滚过来嘛，没关系的。好。哎，您这个后，这块一个。我们可以自己来射门的，没有问题。可以了。好，这个就没有了，对不对？把那个弹力带给拉开、撑开，你才抓得住球。对。用力以后拉了之后，对着手上掉。用力以后拉。好，终于了。你坐前面一点，你坐前面一点。对。重点是要把弹力带给打开，一定要把它。我建议你在坐后面，才会弹力带。在后吧。你在后面一点，没关系。下面。如果你怕，都有。这样捏着它，怎么像我这样捏？好，手放开就好，不要推，手抓着放开就好。哦，厉害耶！抓到诀窍。射过的人就换别人，其实啊，在哪里？可以换人喽。哦，非常好，厉害，这个射的。坐着。用力拉，要很用力哦。可以2只手拉，没有问题。用力。在最后没关系，在最后。预备，开始。不用太高，声音很大声，没有关系。哦，厉害！哦，有。哦，这个最好。哦，这一球最棒。对，到目前为止这一球最棒。哦。不要坐着，这样就往下打，坐着是往上打。退后，施力点。很好。
哇，好强啊！哇，讲我计真软诶，听无？对。这样的。我冇有升，我来升。好，你来升好了。1、2、3，然后手放开。放中间。然后手快速放开。再来。哦，厉害耶！从后面。好，开始。每个人都有试到吗？这样。都要很用力，对不对？好，快点，我们看大家把所有的手机都当中。欲罢不能。好，快点，我们把所有的球灯设置到球在这里哦。呀。来，这球。用单手。这样单手。对对。单手。哦，单手。因为你双手，另外一只手会挡住它。还有一颗。来。慢倒跑。哦。球要把它射进门哦，加油！单手。你自己去看嘛，自己，有吧？因为你两只，另外一只手速度不一样，放手的速度要一只手。给我可不可以一条呀？好，可以。好，都进了吗？
球都进了。好，还有一个球都进了吗？哦，好，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还有一颗。好，还有这个把球射出来。加油！哦，是。还有吗？哎，所以这个告诉我们，有当兵的人。不能讲，讲了就闹鬼了。好，这一次把它给抬过来了。好。还1棒不能吗？对。好，最后3颗哦，最后3颗。有当兵就是不一样。好，结束了，我们可以先把弹力带收起来。好，单手。这个手臂的力量其实要很，对，不是很简单。那么哈，好，我们准备玩下一个游戏，漂浮。其实它弹力带，当你做运动其实没有乐趣哦，但是变成游戏，大家就很有兴趣了。刚刚我们都是玩上肢的，都是上肢的，有没有开始比较稍微有一点点脚？应该会有一点点哦。我们现在换脚哦。我刚刚说过有一个叫做漂浮足球，这个其实是一个玩具，这是一个小朋友的玩具。它的好处是，等一下如果踢球，球会乱跑，但是这个它跑得比球更快。球在地上跑其实很快，这跑得比球还要快，轻轻的碰它一下就跑走了。所以待会请各位坐的，我们一样就坐成围成旁边就好了。我用踢这个足球，然后各位先看一下，它其实很简单，它是用空气的原理把球给托起来，这样是飘在上面的，它就飘在上面，它轻轻碰它就跑走了。所以它会跑得很快哦。你如果踢得快，它就跑得快哦。好，所以待会让各位坐在椅子上哦。坐在椅子上哦，不要用你的脚去踢它哦。好玩吗？好，我们请各位做成两边。半圆吗，老师？圆。这边排直的，那直的好了。OK。我们等一下不可以让球离开这个大家的脚哦。好，我们一样把子弹稍微做开一点点，让它做开点，不然你的脚伸出去会打到别人，对不对？好，做开一点点哦。好，可以的哦。好，踢过去。他生气。各位记得哦，请你坐着就好，不用站起来，不用急。好，我们第二个跑出来哦。
中间怎么办？蹦。大家坐着哦，坐着哦，不要站起来哦。我们只有坐着哦。看球会从谁那边跑出去哦，球不可以让它跑出去哦。好，来了。这里这里。有的人需要让他，我是去打他的。有没有人要让他？有没有要用海绵棒？用棒子试试看。用棒子不好挥哦，但是要挥要。要技术。有要吗？这个我会讲。快进！哎，不公平，不能都踢这边，我要一直骂。这个。来，进！喂，追上！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各位的反应越来越快了，大家开始越来越能够专注看它哦，动作越来越快哦。你们有没有没踢到？都有踢到吗？都懂。哦！跑走一颗哦。然后。我们来算一下哦，看这一次可以踢多久不让球跑出去哦，好吧？好，手来哦。不要知道，不要知道。
小国人啊！嘿，哎！哎，对不起，来，嘿，啊，哎，来呀！呜！哎，我感觉我算较忝呢，我以为接球。啊！坐起，来呀！来接球。哦！哇，滚球了！哦，来呀！哦！其实大家都开始啊，一提到有个人提到，真的你看看。哇！哎！哎！戴眼镜。好像快要没去。对，快要没电。摸摸阿泰，阿泰他多辣嘞！
阿基大力一点哦。快要没电了，可以了。大家都有提到吗？有，好，我们就赶到第4个，让大家体验一下。这个其实很简单哦，就是这个对我来说很简单。我在家里有过大概有2个人，然后它其实就好一个，你看大家试试看就好，这个就是波球。它用的方式，你只要把球放到上面去就好了。看你是把球给丢上去。最少一个就是会打击。哦。老师，这个叫什么？我不知道它真的中文名字。但是可以，我后来查国外的，他是说泡牛，所以叫做泡牛鼠。它就是在那种是。哦。我不见得会放到，所以要用手去摆哦。我们让大家试试。对。但是手一定要这样摆才摆得出去哦。我这里有在投资。哦。所以要把球挂在上面嘛。我们至少一个人试一次，好吧？要在中间吗？要到中间，对不对？至少试一次。太远了吧？不会太远。不会。但是现在知道要怎么拧。抛出去。不要那么远，看看。我觉得至少要6次哦。差一。手一定要摆动，要摆得很顺哦，才丢得上去哦。大家都要试试看，一定要手摆得很顺啊。哎，有哎。喂。哇，厉害！跟着摆哦。要慢一点，跟球一样的速度。慢慢的摆。这个标准。
哎，差一点点。这是要练哦，要很顺，所以只要摆动的节律很像。哦，有。那多绕几圈有加分吗？我知道它的标准玩法是这样哦，它其实红色跟绿色它要分，这个要贴红色跟绿色，你要丢到哪个位置才算。上面是3分连分。哦。哎，哇，厉害！还有谁没有玩到？都玩到了吗？这个我们圣诞节就可以来一次10块钱。一次10块钱，哎，不错哦。哇！喂，厉害！好，就把那3颗丢完吧。就把那3颗。3颗，来，还有谁要玩？最后3颗，赶快！哦，是。这个球有办法自己做吗？有啊，乒乓球啊，或是高尔夫球。它好像有钻洞，对不对？对，高尔夫球怕打到人，会痛。打到不会痛。啊，没有关系，你就一次把它丢出来吧。我回去再捡。几盖哦，回拍哦。丢到中午多吃一个。哦，是。大家都有运动到了，然后手有运动，脚有没有运动？有，还有用力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今天要让大家都要动哦。好，如果假设有机会哦，大家自己在家里也可以玩这些游戏。好像刚刚那个拍球，你用气球就好了。在家里怕把海滩球给撞到东西嘛，气球不用怕。那在家里也是一样，像这个你就自己找得到就可以自己用，晒衣杆就可以拿练习。所以刚刚说，如果圣诞节就一次10块钱，到了就有奖品。那我时间就先交给校长侯校长，校长来。谢谢我们的于老师了哈，很棒，让我们手脚运动，大家都更加健壮。我们的圣经有就是说，如老鹰一样，能够飞翔，还老。好，祝福各位了哈，好，那我们谢谢老师哦。那我们今天课程到这边。好，今天大家都有玩到很开心。好，那再来线上的同学，我们下礼拜，副校长知道吗？下礼拜的课程我们可以关注我们的教育协会。好，我们请我们的校长。下礼拜是从红堂做起，就是要介绍旅游的部分哈。疫情以后要开放了，要如何去旅游？从红毯做起啊，从红毯谈起哈。好哦，那欢迎线上的同学，我们下礼拜一样，欢迎你们可以线上参加聚会。这谁的？这个等一下。好，那拜拜啦，谢谢大家。谁的爸爸？好，谁的爸爸？小英姐平安，好久不见。对。记得打电话哦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好，拜拜哦，下礼拜见。
见。不会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大家。玉斌，拜拜。哎，光武校长，你还在线上哎？你还在线上哦。干掉啊！对，他还没关掉。好了 ，OK， 拜拜，下礼拜见，拜拜。是，许明兄，对不对？对。明兄。好，线上的同学拜拜喽，下礼拜见。来，跟老师拜拜。拜拜。好 ，OK， 拜拜。那大家一起下线哦，1、2、3，拜拜。